我操你们！这时候怎么办？一个算鸡赚1千，一个算猪赚2千。开始啊！Hello, I have you. This.文强啊！哎呀，干啥呀？啊，一会儿。媳妇儿，媳妇儿哪去了？媳妇儿，媳妇儿。老公，我在这儿呢。差一步没满好就牵着手走散，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，不甘愿人生苦短，可惜。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。这样闯进我的心窝，是你让我看见刚合适，我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心里静止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在这边不行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姐，起床了。你干嘛？你有病啊！这咋回事啊？我操！我说你看这玩意儿，还他妈摸！哎呦我操！走快点，别玩手机了啊！来了来了。
石头圈套啥给打？给我来10个球。太棒了！套啥给啥。我不要了。我操！我车！我去！给我姐一个惊喜。姐，你的奶。谢谢。谁不会啊？日工有是阮的命，不是甘愿做。我操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！嗯。